咱咧相信上帝，通过安尼，咱要甲主相同行，并且是实实在在甲主做伙行。咱同齐开声来感谢来宣告，请。哈利路亚！荣耀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主爱，你的信息直到永远拢总伫地。祝你保守帮助阮，使阮伫阮的心上，互阮会通有上帝你的听筒祝福甲稳定伫其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过去的日子得到你的保守。新的一年伫上帝你的祝福内底，就2014年2024年伫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经过的日子满满有你的听筒。阮所以感谢你一路陪伴阮、引带阮、路用阮，祝你搁加添，互阮心神快乐。宣告伫这个日子是带着上帝的祝福，带着上帝的关联，阮又搁是会当甲主你三甲同工的。所以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息、你的慈爱永远拢伫地，你会帮助阮、使阮甲阮同在，互阮会通进入上帝你伫这一年。所要成就一切的美好，主圣灵来引带阮，互阮赢过软弱，互阮进入上帝你的光强，互阮伫主你的引带内底，阮行伫公义正直的路，才亲像主你家己所应允的讲，为你名的缘故，引带阮行义的路，互上帝你心意的欢喜成就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互这个日子真侪上帝你欢喜悦纳的时刻，感谢主的听筒。今仔日我会通搁再一届，伫上帝的殿中同齐聚集，瞻仰你的英面，甲兄弟姊妹，甲正天使天君三甲做伙来服侍敬拜三位一体的主上帝。主，阮献上感谢，献上阿乐，献上阮所有一切的尊荣甲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编辑要报告吗？来，请讲一下报告，谢谢。各位兄弟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今日三个组织。伫昨暗的时阵，我看到侪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来做新春团拜。同心来欢欢喜，伫上帝面院所内面来领受上帝的听筒，感谢阿罗主。消息报告：第2月13到18要拜日到要拜日，咱陈水兰传道将随往点心塔合唱团一同前往菲律宾参与演出，敬请兄弟一同为牧者的侍奉以及行程平安来带导。第2月17拜六下午2点半到4点半，中青团契单周聚会原定读经分享，改为台客音乐详苑，就是李慧芝甲迄个萧道元小提琴演奏，甲李慧芝钢琴伴奏，敬邀兄弟一同参与聆赏。第3 2月23。要拜5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九子堂举行，敬邀兄弟一同参加，同心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。第4，南部教区上清旅游4月15到17，前往花东地区温泉3日游，2人房每人1万过100，4人房每人8,700。上清团契团员由教会补助每人1000块，请上清兄弟伫2月26以前完成报名，详细参阅公布栏。第4，因为目前清洁当工，因身体无爽快，请假当中，因此请各小组部会伫聚会完了后，会当将聚会场地小花做一个摒扫，保持清气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祝各位兄弟大家过年平安。这个第2点吼，2月17，那萧道元旧年因为我有替伊甲林拢德
音乐教授甲办即个音乐会啦。啊，4月的时阵去即个克罗埃西亚，阮做伙去一个张兆荣医师吼，甲伊妈妈发现着讲，伊迄子宫肌瘤大开，根本足危险的啦，连坐飞机都危险哦。啊，怎啊叫伊赶紧的就转来台湾要甲医治。啊，好佳在，伊嘛甲出钱的，因为无钱嘛，啊所以机票拢甲出，倒转来，佮帮伊家开刀用较好势吼。啊，所以即抓来，伊是等于一种的感恩的音乐会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伊讲有哪要来咱教会吼，啊有哪做一个讲伊的见证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当然阮查某囝，我前到搭毋捌看到伊讲安尼咧表演迄个皮安诺吼。啊，即边个伊主动讲要甲伊做伙来合奏，哦，啊，这是足难得啦，因为咱伊就知影，要培养一个音乐家是足困难的，啊，所以我也无才调人，互伊去做一个演奏家啦吼，啊，所以伊就转对即个音乐治疗去，吼，啊，所以即个2月17，啊，请大家甲做伙来欣赏，好，感谢各位。好，谢谢。感谢诸位恩典伫个厅堂内底，咱会当用同样的方式来敬拜、来服侍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因为伊堪受一切大恶乐，伊是主，咱的上帝，看顾咱、陪伴咱、引带咱。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称谢恶乐伊的名，咱三甲做伙来吟唱这首诗歌，永远称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乐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乐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乐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乐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养你全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养你全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乐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乐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乐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乐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养你全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养你全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咱这是来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伊的疼痛，伊的照顾，伊是咱的王，引带咱的道路。咱伫上帝的疼内底，伊堪受一切恶乐甲敬拜。咱的家庭得到保守，咱的病痛得到医治。咱伫病痛中有缘有盼望，就是有一日，咱伫上帝面前
要得到一个完全荣耀，无搁再有病痛、稳定的日子。所以，咱伫主的面前要来祈祷，来感谢，感谢伊用伊手中的卡苗来引带咱，用伊绝对的稳定来保护引带咱，用伊永远的疼痛来疼痛照顾引带咱。同齐开声伫上帝面前来感谢，来称谢伊的疼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甲阮三角同在。伫你祝福的日子，阮得到照顾，所以阮感谢主你的疼痛。主啊，你一路陪伴阮，过去的恩典到至如今，主你应允，迄个极大的荣光要继续显明伫阮的身上。我们将一切上赞而乐、荣光归予你，因为你堪得受一切大而乐。就是人所用一切会当讲尽的言语，就犹原无法度来讲上帝细尽你的疼痛甲慈爱。主啊，你伫阮的心灵，伫阮的内面对阮讲话，就用你极大的恩典怜悯，赐阮伫阮当中。你要继续保守阮、引带阮，将你的能力显明伫你的百姓当中。主啊，引带阮，引带阮，引带阮，哈利路亚！来加添阮的信心开展，伫你的内面，互阮勇行起来，阮灵魂、身体拢勇行。感谢主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三角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而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而乐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而乐，你是一大堪受大而乐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，要保养你权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，要保养你权能作为。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，要保养你权能作为。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，要保养你权能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咱拍宝将阳光归予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堪受一切大恶乐，一切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姐，请坐。我要甲主做伙行，因过去
啥物代志拢免惊，无论是好也是苦，拄着日头甲风雨，阮属你的照顾，我是放心来交托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做伴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只有相信的祝福，足足我要甲主做伙行，我的需要伊知影，当行过日夜夜。伊的稳定真够惊，我无家己的竞选，一切拢是伊掌管。但我心的完全，爱伊对伊到永远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做伴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只有相信的祝福，足足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做伴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只有相信的祝福，足足咱要继续来祈祷，亲像这首诗歌安尼讲，是咱的日子会经过溪水，会爬山岭。有欢喜的时阵，检采嘛会拄到一寡困难的时刻，但是耶稣基督要做咱的牧者，所以什么代志你拢唔免惊，拢唔免烦恼，因为咱唔是生来失败的，咱是生来互主竞选咱、路用咱，要赢过困难，要成做正人的祝福，要伫上帝国的内面有权有份受纪念。所以咱同齐来宣告，新的一个新春的一年，要显明伫咱身上的祝福甲荣光，是大过旧年搁较济、搁较大的。咱同齐来宣告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，圣哉！耶和华你的疼痛甲阮同在，我要甲主做伙行，经过溪水爬山岭。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，显明伫阮的身上。主，阮所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永远伫阮的身上。我要感谢你，伫你的听内底，我有祝福，我有恩典。上帝啊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甲你三甲同行，互阮进入上帝国的权柄。主啊，是你来引带阮。主，阮所以诚心你祈祷，因为你堪受一切大恶了。
堪受一切的敬拜，你要伫阮的心中成就做你家己大管的同在，所以我要感谢，就是伫阮做有这欢喜福气，就是苦难嘛会当成做荣耀的见证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伫你的听内底。风风雨雨的人生，伫你的听内底，病痛得到解决，活命得到保守，稳定显明伫阮的心上。新的一年，新的荣耀，会显伫阮心中的稳定甲阳光，并且上帝你的福气，大大充满伫阮的内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为着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大人的家庭，祝福阮真发主、经历主、相信主、对主来行。感谢主，将阳光归予你，将阳光归予你，靠主耶稣圣名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做伴，伊的听通永远袂散，互我心灵真正快活。咱的上帝，伫新的一年要将到伊极大的恩典赏赐予咱。伫新的一年，伊的恩典是足足满满的。感谢伊的听筒，互咱的心用感谢做祭献予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咱三甲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这首诗歌。我心内感谢。耶稣怜悯的听筒，伊听我声的歌，我所有属你，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切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予主做采用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吃卑微，用我软弱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听筒，我想念我所有属你，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
己，我虽然这卑微，用我软弱生命来做你的庇护，又接受我奉献。咱搁要同齐来祈祷，咱的信仰除了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以外，咱也要成做一个会晓感恩报答上帝的疼痛的人。所以咱用金钱奉献，用咱的性命服侍人，用咱的行为见证上帝的疼痛。咱的嘴讲鼓励、安慰、造就、宽勉的话。咱的脚行伫正直公义的道路，咱的心思意念会通互主来引带咱，互咱甲伊对齐。这就是咱的奉献，这就是用咱的一生诚侪器具献予上帝。所以咱伫新春的年头，咱伫这个时阵用祈祷，甲家己奉献予上帝。对主来祈祷讲：主啊，今年我甲家己献予你来路用。对年初的时阵，我奉献予你；到年尾的时阵，我回头倒转来看的时阵，我要看到上帝，你显伫我身上的阳光，早过旧年的阳光。你赏赐我祝福，较大过以往的每一年。咱同齐开声来奉献，来感谢，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这是你赏赐稳定的时刻，我伫你的面前来感谢。主啊，我伫这个时阵来恳求你的稳定，来帮助我。主啊，虽然我是卑微软弱，但你会当用我的活命来做你的器具。我嘛真意爱，会当用我的活命做器具来献予你。主，所以恳求你伫我的身上成就这一切的美好，来帮助我，来赐恩甲我同在，互我会当进入上帝你创造我的目的，上帝你创造我的目的，通互我毋是干那空空活着，乃是会当真正活着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我只仰望你。你是我坚固的石盘甲溃力，你做我一生的帮衬，做我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关台甲盾牌，我较无你，要互你欢喜。我诚心向你为了敬拜，敬拜我的主，用我的生活来服侍主，用我的嘴唇来服侍主，用我的心，用我的行为来服侍主。感谢主的稳定。感谢主的稳定。哦，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享受，你用我到人世，要学了主无听来互主做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这卑微，用我软弱生命来做你的庇护，又接受我奉献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立志献家己。虽然阮卑微软弱，甚至有的时阵，阮可能嘛做袂到，但是主，亲像诗歌所讲，求你来感纳阮的奉献，知影阮的心思甲意念，知影阮真正愿意对你来行。所以，亲爱的圣灵，恳求赏赐力量伫阮的身上。毋是靠阮的立志，是因为圣灵的同在，
愿所有通活出上帝国、上帝之女的款式、甲德性的画面、丰富的尊荣。感谢主，引带阮路用阮，继续，互阮会当活伫你的面前，互阮诚做君尊的祭司，互上帝欢喜路用荣耀的器具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咱同齐来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年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即时要同齐做伙来启用启文第6篇，我来请兄弟来用，好的部分咱同心来上读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啥事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无救我，无听我哀喊的声音？我的上帝啊，我日时呼求，你无应允。夜间呼求，你无伫遮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的，求你唔通远离我。因为既然临近了，无有人帮助我。犬类围着我，恶党权势我。因插了我的手，我的骹，我的骨头我拢会当算过。因记着我，因分我的外衫，为我的内衫抽口。耶和华，求你唔通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予我的兄弟。伫会中，我要学你。恁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爱学伊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感谢敬拜团，感谢主，因为伊应允咱，学伊敬拜伊，伊就要诚做咱的帮衬。咱来看周报第4页，同齐来上读啊，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耶和华亚伯兰显然讲：我要甲这个地赏赐予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伫遐呢为伊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对遐呢又搁迁到逼着离东边的山，即搭帐棚西边是逼着离东边是崖。伊伫迄个所在，搁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亚伯兰就搬了帐棚，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遐里徛起，伫遐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以撒对伊的父亲亚伯拉罕讲：“父亲啊！”亚伯拉罕讲：“我的囝，我伫遮里。”以撒讲：“请看，火甲柴拢有了，但小济羊羔伫倒位呢？”亚伯拉罕讲：“我的囝，上帝要家己有备做烧祭羊羔。”对安尼两个人同行，因到了上帝所指示的所在。亚伯拉罕伫遐筑坛，甲柴摆好，捆绑伊的囝儿以撒，放伫坛顶的柴顶。亚伯拉罕就伸手举刀要杀伊的囝。耶和华的使者对天顶呼叫伊讲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！”伊讲：“我伫遮。”天使讲：“你毋通伫这个囡仔身上下手，一点仔都毋通害伊。即马我知影你是敬畏上帝了，因为你无将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留落无互我。”耶和华的使者第2摆对天顶呼叫亚伯拉罕讲：“耶和华讲，你既然做了这个代志，无留落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我就指着家己起誓讲：
论福，我要赐大福予你；论子孙，我要互你的子孙坐起来，亲像天顶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得到受德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拢要因你的福而得到福气，因为你听叹了我的话。咱搁再一届同齐额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。这时，阮搁再一届恳求真理的圣灵运行伫阮当中。主上帝，因为阮奉献阮家己，互阮的心灵清气，会当承载上帝你的话语，通互你的话语洁净阮的灵魂、活命、身体，也互阮会通甲主你同行，互阮会通显出敬畏耶和华的百姓的敬虔，并且会通伫主你的听内底，阮带着上帝国的权能，就是顺探上帝的话语，行伫这个地面上，会通显出上帝国的款式甲见证。阮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圣经有的时阵，伊会真紧轻轻啊写着一句话，安尼就甲伊带过去。就亲像咱有的时阵，咱嘛真容易安尼轻轻小可聊聊提起一下，了咱就甲一寡代志带过去。亲像新闻报纸内底，伊会讲一句话讲：通常新春初一的时阵，透早就有人放烟火，有的人是伫过年暝的时阵就开始放炮即句话安尼轻轻过去。但是新闻报告安尼报告，新春初一的时阵，透早就有人会放烟火，有人会放炮。但是昨昨日的时阵，屏东这个盐埔渔港迄个所在，听讲是因为有人放炮，结果放炮冲天炮是啥物货？怎走去到伫这个渔船顶？结果渔船呢，怎火烧起来？烧到3台，上少烧到3台渔船了，新闻报纸讲，新春的时阵，通常咱会放烟火。结果伫咱台南永康的时阵，有人去放烟火听讲啦目前还无证实，但是讲因为有人放烟火所以迄个烟火走入去厝内底，结果甲人的厝放甲火烧厝，火烧起来。所以有的时阵伊就是干那一句话，短短一句话。但咱想讲，伊到底是要讲啥？了，咱就伫迄个所在讲可能无啥物代志，但是毋知影讲伊后壁发生遐尼大、遐尼济个代志。同款圣经伊嘛安尼轻轻写，但是呢，伊后壁带出来祝福甲迄个威力会非常的大，迄个权柄会非常的大。今仔日咱伫初二倒转来到上帝的殿中，新正年头，上帝要赏赐互你一个真大的恩典。简单的一句话，上帝就会赐福互你。当咱若照着上帝的话去行，但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，亚伯兰就伫遐呢，为着伊显现的耶和华，起了一座坛，着了一座坛。这句话伫但拄仔的圣经，咱所读的经文内底出现了3、4摆。耶和华亚伯兰耶和华起了一座坛，重点就是耶和华起了一座坛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耶和华起了一座坛，甲伊讲。耶和华起了一座坛，是圣经就是安尼轻轻带过去尔。人耶和华起了一座坛。如果亚伯拉罕耶和华上帝起了一座坛，了伊带出什么款的效果？伊的人生有什么款的改变？安尼，咱伫今仔日新正年头，真侪人出门去，真侪人
去佚佗，真侪人回娘家。但是咱感谢上帝，咱今日嘛回娘家，回到上帝的娘家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伫主的面前，上帝嘛欢喜祝福互咱。所以伊甲咱讲一句话：你今仔日若甲即句话，咱今仔日若一句话家记起来，咱就听去做。我来讲，2024年虽然落这龙年，但是你绝对袂狼狽，保证你一定兴隆一定伫上帝面前大大有福气，大大有稳定。耶和华起了一座坛。当耶和华起一座坛的时阵，是安怎起坛会遮尔重要？第一，因为伊是灵界的窗仔口，就是讲人要和属灵的世界连做伙，伊真重要的一个物件，就是起这座坛，伊就会带出来真侪的能力，是人和属灵的世界会同齐做伙，伫迄个所在物质的世界的人会当遇到属灵的世界基础，迄个咱看袂到的能力。香港有一个真会算命的人，这个人叫做白龙王，刘德华、周润发、跟梅艳芳等等这些艺人，定定拢去找白龙王来伫迄个所在问伊的运道。真正有真侪人的运道也伫当中受到白龙王伫遐呢甲伊讲，嘛真准呢。但是伫迄个所在啊，人真知白龙王有通灵的能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我若捌做过这个市场的调查，去问过一寡这算命的人，某米人因算命真准的时阵，阮古早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阮会去问因，是安怎因有法度算了真准。但是因伫咧所在甲阮讲一寡代志，讲算命的人啊，歹势迄个相打错了啊。算命的人有3项爱交换的条件，和灵界交换的条件。第一，无得伊爱破相，开骹破手，还是面破相，这是第一点。那安尼就是会当交换。第二，就是伊无财产，伊即世人会真有名声，伊可能会过了真好，但是呢，伊会无财产，就是敢若拄啊通用尔。第三呢，就是伊无囝儿逝世。所以对着伊来讲的时阵，这是伊爱着灵界去交换的物件。另外呢，2012年的时阵 ，Lady Gaga 来伫台北巨蛋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演伫上台90分钟，点半钟。这是一个演唱会内底未堪得，无应该产生的情形。Lady Gaga 毋是伫迄个时阵，伊无法度上台；毋是伫迄个时阵，伊无伫巨蛋的后台，毋是。但是伊讲一项代志，伊讲伊今啊，抑个无灵感，有法度唱歌。伊咧做啥物代志？伊跪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呢祈祷伊的生命。伊毋是祈祷上帝，伊咧祈祷伊的生命。一直到伊心中有感觉的时阵，伊才上台起。伊无，伊迄一届的时阵即个演唱会原本应该是9点半的时阵就要结束，但是呢，伫当中呢拖到要11、2点，会互人罚款，但是伊讲无要紧，因为我要甲我的神，我若无我的神来陪伴我无才调唱歌。所以灵界的溃烂，实际上一直拢伫咧。你毋好讲牧师，你黑白讲，我会讲圣经新约的时阵，耶稣有赶鬼无？所以华人的社会嘛，真清楚这个代志，敢毋是？所以咱要真清楚，起一座祭坛，其实就是甲灵界相接的所在。咱伫当中爱真明白这个代志。所以是安怎亚伯拉罕？伊伫迄个时阵会安尼来做，但是咱来看，除了亚伯拉罕以外，咱去看，来到新约的时阵，起即座坛过了后，敢有差别？毋是，同款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家己嘛是起坛，但是伊的坛无搁再是用石头贴起来。耶稣基督所起的坛有一寡特色，
你斟酌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就是伫安息日，有一个人的手高大是抽起的，伊无法度伸。但是遐个人伫迄个所在试探耶稣的能力甲权柄，就甲伊讲：耶稣啊，安息日的时阵，毋是这项工、迄项工拢袂当做。安尼安息日的时阵，敢有法度？敢会当互人的？敢会当医病？耶稣就甲伊讲：无恁的牛若跋落去。跋落古井，敢袂当甲伊扭起来。所以时阵，耶稣基督就叫迄个手高打起的人徛伫当中。主耶稣讲：你甲手伸开，伊就真正甲伊伸去，伊的手就好起来啊。其实这是一个好代志，敢毋是？这是一个稳定，是一个疼痛。但是圣经讲啥？讲遐个人安怎受气啦？安怎？因为耶稣迫害因。这款规矩型的信仰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按照咱做的代志是，我做天父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咱会定定想咱的动机到底是啥？宗教若变做一款传统甲束缚，若无互咱真正自由去疼惜上帝，安尼咱就会伫宗教内底真艰苦、真困难。但是耶稣基督来是要互人得到自由、得到欢喜、得到平安，并且要互人认捌上帝就是迄一位唯一伊伫的源头，伊就是上帝。耶稣所以讲，伫个所在，伫遐呢，互人得到自由，互人得到恢复，互人得到活命、健康、新的成长，显出上帝同在的荣耀。但是咱看这个人安怎满心受气，就伫遐参详讲：咱这个耶稣来危害到咱宗教上的利益，危害咱若阁随在伊安尼去，后盖就无人相信我廖牧师啊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爱真细致，咱是甲人带到伫上帝面前，还是带来伫安乐性教会，还是带来到廖牧师的面前，还是带来到咱家己的面前？咱带人来到礼拜堂，是为着要互因认捌上帝，互因会当对上帝领受祝福，甲因带，迄才是上界重要的代志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人认捌上帝，才是上重要。甲伊讲，所以伫这当中，咱甲伊看了后因这人安怎？就圣经来讲，定到一项代志，就是因未堪去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迄个时阵，耶稣安怎？伊就出去上山祈祷，安怎？透明祈祷，透明祈祷。其实这就是咧起一座祭坛，这就是咧起一座祭坛。祭坛的重点毋是献牛献羊，祭坛的重点是咱含灵界安怎会当相接。耶稣基督含天父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伊毋是规暝祈祷，伊特别甲啥？甲天父上帝甲伊写出来。咱的祈祷毋是对着空气咧讲话，咱的祈祷爱有人承接。我相信这样代志，就是我咧讲的时阵，伫迄一边有人咧听，安尼我的祈祷毋叫效。但是祈祷的对象是啥？我来甲工会兄讲话，我来含曾德姐讲话，我袂讲我今仔日2月11，我来安乐性教会祈祷工会兄，我干嘛咧讲？袂嘛，因为工会兄伊会听到我伫祈祷，但是伊无法度成就我的祈祷，或者是伊敢会当成就我一部分的拜托。真正会当成就的是上帝，所以耶稣基督起一座坛，伊透明祈祷上帝。到了天光的时阵，伊就伫咧当中竞选了12个人，请因做使徒。耶稣基督第一面对上大的困难，甲人的反对，即宗教领袖反对伊，甚至要甲伊处死。了，伊知影伊袂当家己做工课，所以伊伫当中需要有同工，伫
过去所受、现此时所受的迫害，以及伫将来上帝国的荣耀，耶稣基督做一个代志是啥？选择起一座坛，所以这坛会当解决所有灵性上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、迫害的问题，但是也会当安怎煞接到未来的荣耀上帝的同在。咱有看到这段伫这当中的重要性无？第一，伊解决问题，人的反对、人的攻击，了来祈祷起坛甲上帝连接，了伊就开展未来的阳光、新的祝福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？这段的重要性是啥？和上帝有相连，迄就是这段。所以咱是安怎需要有这段？毋是敢若耶稣起这段有效。圣经讲，外邦的人去做这段有哪有效？只要因求告的对象是对的，了因伫当中的圣经伫个所在讲，该撒利亚北边个所在有一个人，或者哥尼流，伊是做百夫长，是一个虔诚人，伊甲因规家拢敬畏上帝，并且因的敬畏上帝是上啥？真济百姓时常祈祷上帝，所以伊的祈祷是甲真济甲敬畏上帝有关系，这才是一个合一的祈祷。有一日，大概伫新初的时阵啊，注跳银猫大概4、5点的时阵，了后呢，伫迄个所在看，伊讲哥尼流，到伫迄个时阵，就有使者，伊伫异象中，伫祈祷的时阵，异象中有看到无？你祈祷若是到一个程度，有够虔诚，生活若是有够一个虔诚。敬畏上帝，真济百姓时常祈祷上帝，毋是干那有拄着代志来祈祷，是伊真正做一个固定的祭坛。你会发现，迄个所在就会吸引灵界的溃烂入到其中来，伊就吸引灵界的溃烂入到其中来。所以天使来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讲，伫遐解散甲讲话。并且天使讲啥？来，咱来读这段话，请。天使讲：你的祈祷，甲你的真济，达到上帝面前，已经忘纪念了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斟酌注意到，咱的祈祷有无？了后，咱的真济，了后安怎？因为安尼忘上帝纪念。所以，这段的能力，在伫咱所敬拜的对象，这段的能力。在伫咱深受照着这位疼惜咱的上帝，当行天路，照伊的旨意来行。咱若安尼做，咱一定安怎得到上帝的纪念？迄个意思是啥？咱的祈祷，上帝就会成就，因为咱照着伊的意思来行。迄是哥尼流的见证。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以及西律。因伫个所在传福音，但是伊互人关起来，互人鞭拍。伫个时阵啊，因传福音的时阵，到伫路尾，互人甲因误会，对着因有一寡攻击，就甲伊拔去伊的衫，用棍仔拍，用甲伊讲了真济棍，了落伫家内底，嫌反腐呢看家落的人甲因顾伊好，了甲因落伫家内底，两个骹上了目狗。伫半暝的时阵，保罗甲西律祈祷，唱诗歌讹了上帝，唱诗歌讹了上帝。所以因拄着问题代志的时阵，毋是怨天怨地，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因是建立这段，呼求上帝的名。了伫当中所带出来是虾米货？地大震动，甚至家家的门拢摇动。家家门拢开开，才受患因的锁链嘛拢安那断裂松开，就是透开去啊！这段的能力会当对着灵界来改变物质的世界，这是属灵的窗仔口，属灵的对口。咱需要这一份，咱有较无这一份的能力在咱当中无？安尼咱要怎样来建立这段？这段是一个属灵的门户，是一个属灵的门，互人将属灵的祭品献予因看做神明的迄一位神，受创造出来。所以
外邦有祭坛无？有哦，亲像我头拄仔讲的白灵王，亲像我头拄仔讲的，这个算命的人，亲像咧滴嘎嘎，因拢有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门口、迄个门、迄个窗啊来拍开的时阵，因的迄个神明就会来到伫当中。所以这是一个窗口，是一个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需要，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地面上服侍的时阵，伊嘛是安尼行、安尼做。咱家己会当经历这款的同在。有的时阵，当咱敬拜到一个地步，你会看牧师徛到伫头前来。迄时阵是因为咱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敬拜，咱后摆去讲到集体温歌的敬拜内底所带出来的能力。但是伫这当中要进入到集体温歌的进程，咱家己必须要准备好好势，互咱当三甲做伙参与伫这个属灵的集体内底。但是属灵的团体必须要是属灵的个人开始，若无咱就会成做一个破空。但是咱毋是，咱会记得咱是怎样？咱是属灵的石头，同齐徛做伙建立起来属灵的灵宫。所以咱必须要成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成做一个会当起造祭坛的人的灵的石头，属灵的石头。咱才有法度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所以伫这当中，这个门会拍开，祭坛是一个受创造属灵。的这个气氛了，会当讲是关系到所在，或者是关系到时间。所以是安怎？我会甲各小组讲吼，咱的小组聚会尽量唔好停止，尽量唔好停止，因为一个停止，迄个所在就会渐渐冷去。所以咱若是安怎一个聚会，就是吼咱。礼拜三的祈祷会，除了过年一年的迄一届的时阵啊，无做祈祷会以外，剩的拢总是有祈祷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为迄是一个时间，是安怎安休日啊，咱的礼拜日拢无咧停止的。就是有个人讲哦，牧师啊，昨就有新春礼拜啊，今仔日吼初二搁礼拜。安尼有几个人会来做礼拜啊？我感谢主，咱拢来啊，敢毋是？哦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感谢主，咱拢来啊！哦，对啊，所以，并且今仔日我相信的是关系到你未来这一年内底，伫这段内底有上帝能力甲稳定甲你同在无？有上帝稳定疼痛介入伫你的活命无？这段会当借着烧香。或者请求灵界的生命降落来，甲伊三交陪。伊嘛通借着献上逐样啊，互伊心灵欢喜的，或者物件来处决伊。这个意思是啥呢？我甲各位讲我少年的经验。我少年的时阵吼，阮古早含阮爸爸伫菜市啊，了后要喺菜市啊吼，有一届阮爸爸吼就叫我去看迄人的神坛，迄伫厝内底的神坛安尼啊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阮爸爸叫我去看，我就去看，啊，在咧跳动啊，也无啥货。阮爸讲，你看好清楚，看好认真。然后我真正看无出啥样。阮爸讲哦，你看伊的面，伊的面吼，真正规个是暗沉的。咱的面是黄色的嘛，对吼。啊，有的人吼是白泡泡、幼咪咪的嘛。但是哦，伊的面是啥？整个是暗绿色的，暗的，啊，用要变青色的安尼。阮爸讲哦，你斟酌家看，迄甚至哦暗甲会用要暗绿色的，暗甲用要会反光迄落型。所以，阮爸甲我讲的时候，我讲哦，真正该看，他整个脸是暗绿色的。每次话我都会，因为阮的迄个水果蛋就伫个所在，定会经过遐的时阵，阮就拢看伊哦，差不多逐工伊拢会抬一只鸡，啊，甲迄血吼滴伫因兜的迄个门骹口。哦，啊，过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伊才搁甲伊洗掉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透过烧香献祭，恳求灵界的生命降落来，含人三交陪。哦，伫迄个时代的时阵，有安尼。啊，真正，迄真正足好跳动的。迄人吼，伫安尼规个挺啊到迄
迄个灵吼，对伊身躯提起的时候，伊是倒伫涂骹，倒足久啊，啊了后才个恢复起来。伊讲哦，伊若逐概安尼做的时阵哦，吼，迄人拢足虚的、足忝的。所以迄个是啥？灵附伫伊的心上。搁再来吼，你知影吼，神明界内底吼，像外邦的神明吼，因会拢拜无共款的神明。你知影魔术师吼爱拜啥物神无？魔术师爱拜啥物神？华人的社会，魔术师爱拜神，爱拜孙悟空啊，因为伊会晓72变，所以爱拜孙悟空。啊，你知影吼？迄个啥特种营业，吼8大行业爱拜啥物神无？恁老爸讲啥物猪八戒？你要放电啊你若甲伊讲哦拜猪八戒哦，伊一定甲你讲，囡仔人我别讲，会讲啥？对，天蓬元帅，对知啊？哦，所以8大行业哦爱拜天蓬元帅，啊其实就是猪八戒无唔对啦，哦啊，但是因就是安尼讲啊，所以你了解，正着安怎献上逐样因的神明所欢喜的迄个物件哦，哦。啊，所以拜猪八戒安怎，就是猪哥神呐。但是安怎，甲这猪哥男哦，拢带来，火山孝子拢带来，你会看到这个代志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迄个灵界的门会受拍开。另外一部分，伊会当借着人献火，互迄个神明。因有人会甲这手吼挂，古早的时阵哦，抑阁有安尼，甲迄手挂吼啊漏火，啊了后甲伊滴伫咧祭坛顶，啊来甲伊献互因的生命，伊嘛会当拍开迄个灵界的门口。另外有时阵献上逐样的即个血祭，哦，替人甲心肝献出来。即到伫即中国嘛有哈，哦，比如讲吼皇帝要过身的时阵，要互皇帝后界会搁较好，还是伊的囝儿逝世，后代会当做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所以你讲无啊？他有咱华人社会哪有献人祭？我甲你讲，献人祭就是啥？陪葬、陪葬。所以一个国王、一个皇帝过身的时阵，第一要互伊后摆伫转世的时阵，佫会当做国王、做皇帝。所以爱有宫女，有诶时阵是含爱妃都拢爱陪葬诶。迄陪葬毋是一个两个呢，哦是几啊下过一个，有诶是正10下啊，有诶是10几下啊，共款爱陪葬，啊伫了后伫当中。第二，即款诶陪葬内底，就是望通过献即个人诶祭，互伊诶囝儿逝世，互因诶朝代安怎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啊敢有无啦？所以，但是安怎因会安尼做？吼所以真济只你家看讲哦，真济只王朝代，到尾手的时阵，因的国家虽然有兴盛，就亲像清朝秦始皇、秦始皇，伊伫当中嘛做这个代志的时候，伊的国家有统一无？有，但是国势安怎？伊的国家非常的强大哦。秦始皇国家是非常强大哦，真有能力哦。但是伊的王朝安怎足短？既若是一个王朝非常的强盛的时阵到伫落尾，伊所带来的结果，王朝拢安怎真短？无就是安怎？整个的国家战火连连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朱元璋就是安尼啊，有无？伊嘛是对乞者拍拼起来，原本其实伊会当真好，但是伊因为惊吓。所以，伊将着遐过去还没做伙拍拼的人，全部拢甲伊献做火祭，抬是献做互神明，祈求伊的国泰民安。但是结果，朱元璋落尾手的时阵啥惨死啊！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会有即款的献祭。搁再来，咱会看到在献祭的时阵，因检采会透过吟唱诗歌、哀嗨吸引。那互这神明会当听到，并且互因注意到着献祭的祭祀。这伫华人的社会，伫咱台湾嘛有即款的情景。这是少族还是或者祖族
哦，因伫这所在，你也看这个物件哦，这是啥？这就是祖先拿。祖先拿的时阵啊，就是伫咧在丰年节，还是咧献祭的日子的时阵啊。那么这是翁姨哦，这是神明女巫师。啊，你甲这个物件哦，放伫迄头前遐，啊了后就伫迄所在洗迄个物件，就甲迄个祖先拿放伫遐，啊了就洗迄个啥，啊就开始吟唱因的诗歌哦伫遐开始哀嗨。你若有时差不多7、8月的时阵，因会有即款节，哦，称作丰年节，还是祖灵节。总是咱到伫今仔日，因游园抑阁有即款礼俗。另外一部分有的人，这有这啥？过年的时阵，哦，你也知影这有这三星。哦，所以伊安怎，就是台，就是老岁嘛。哦，所以通过这个，伫遐尼安怎吸引灵界开力来。只要动物也是这飞禽走兽献做祭物，因用伫迄个所在念一寡咒语，安尼迄个所在就会成做祭坛。是灵界的开力会当随着家己的意思入来。你斟酌注意一下，来读这几句啊。因来是因为人甲官兵交托予因掌控这个区域。咱斟酌注意一样代志。邪灵本身敢有能力有官兵？无。因的官兵甲能力是对倒来？对咱人。咱来注意一个属灵的赞处。上帝搁来是虾米人？上帝搁来是天使还是人？上帝搁来是啥？人啊，天使？人。希伯来书讲啥？天使拢是啥？拢是车野，为着服侍遐得到救恩的人。咱若是咱有这啥？上帝后生查某囝，所以咱的身份是比天使搁较悬。咱一定要甲这个位置弄互伊清楚。所以咱唔免拜天使。咱是安怎样？咱是甲上帝三甲同工的，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，甲耶稣基督有同款身份的。所以咱爱努力献出、活出这款活命的权柄甲见证。你甲看伫现在的所在啊，物质界吼，甲灵界都会同齐安怎？都会相通，这就是这段。这是啥？这是红海吼，烧大金纸、如龙、拜祖吼甲啥柳丁吼，甲金蕉，叫啥？早菊成交，安尼啊，就是早日成交啦。所以因为用真济哦，就用这开工。但人现在邀请因的生命进入土地的时阵，进入因的一场，这款才有家己的行为的过程，就是建立这段，就会安怎拍开灵界的窗啊，拍开灵堂的门。所以开工的时阵哦，这个物件拢会拜。这是啥？法柜，你也知影法柜？是安怎开工的时阵爱拜法柜？才会发啦，你知无？才会发啦。是安怎168一路发？所以伫物质界内底哦，物质的世界内底，不一定爱有特定的物件，但是因为用逐款的物件安尼来做，通过安尼去拍开灵界的门户。但是阿伯拉罕真清楚知影这样代志，所以啥阿伯拉罕伫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内底，阿伯拉罕建造上少圣经内底记载有4座这段。伊每去到伫一个所在，伊就求告上帝的名；伊每去到一个所在，伊就恳求上帝的同在、临在照顾、掌管伊的活命。人只有伫照上帝的规矩来行，咱才有法度得到上帝的保护。咱爱守交通规则。
互弄着的时阵，照交通规则，警察替咱做主嘛，对无？咱共弄红灯了，佮共甲人个咱用行路，啊了去人个一台车驶过来，啊咱要用头去来弄甲人个车猫去，了你佮叫人甲你赔，无嘛？警察一定是讲啥？你行路行咧，佮共人个车弄害，你佮弄红灯，吼。所以守上帝规矩，上帝就甲咱保护，上帝就替咱出头。但是咱若是无遵趁上帝话语，安尼咱无法度讲咱是属上帝的儿女。亚伯拉罕去到倒一个所在，伊就祈祷上帝，求上帝引带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得到引带。亚伯拉罕的献祭上界重要一件代志是啥物货？伊过去3座坛拢得上帝保护照顾甲引带，来到第4座坛的时阵，是献上伊家己的囝。伊献上家己的囝，迄个时阵啊，以撒毋是10几岁仔的囡仔，已经是30通岁的人啊，20-30岁的人啊。所以我介即张图啊，即张图才开始接受啊，接近啥？接近圣经意思的图。虽然伊伫这个所在讲啥，毋通伫伊的童子啊，毋通伫这个囡仔的身上啊，但是你知影啥物叫做囡仔？伫圣经内底讲哦，只要若是还未结婚那种算囡仔。所以伫即款情景内底，伊就伫遐尼讲啊，你无留落你的囝。但是其实重点，咱爱注意的是啥？你无留落你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活命内底。有啥物物件还无互上帝做主无？有个人检采是伊的爱情婚姻，有个人检采是上帝啊，我真意爱来做礼拜，毋过阮兜阁有啥？上帝啊，我逐项拢会当互你啊，毋过我都足爱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都还未信主。毋过上帝伊拢安定定礼拜日要带我去佚佗上帝啊，我都足爱伊的上帝啊，我有信你啦，但是我嘛要含阮迄个女朋友做去佚佗啊。迄就是有一个部分，迄个部分安那，迄就是叫做留下啦。亚伯拉罕献的毋是伊的囝，亚伯拉罕献的是啥？伊的心啊。这个囝是几岁生？100岁的时阵生，了佮大汉甲遮尔久，佮陪伊生活甲20-30年。伊相信上帝一定会当互伊的囝对死佮活，所以伊的信心啊，顺趁上帝的话。但是上帝要爱的毋是以撒，上帝要爱的是啥？亚伯拉罕的心。重点是啥？念德。咱有真侪时阵拢是啥？掠做上帝互咱的就是啥？恶德，就是恶德。以撒无毋对，是亚伯拉罕生出来，毋是亚伯拉罕啊，是撒列生出来的啦。但是请斟酌原本撒列敢会生？无嘛。但是上帝互因一个恩典，我嘛祈求上帝将这个恩典赏赐互咱的教会。主啊，互阮的儿女对你来得到儿女甲子孙。所以，什么会是咱下？其实，所有的咱下是上帝暂时交托咱管理的嘛，对无？所有的咱下，只不过是上帝交代咱暂时管理的。对啊呢，当伊家己献予上帝，伊建立这个祭坛的时阵，完全无保留家己献予上帝。圣经第一个所在讲是，因为你安尼的献祭，地上万国拢要因为你的护佑来得到福气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献祭，毋是干那影响到你家己，会影响到你的子孙、子儿孙，拢总会影响。圣经讲是安怎会得到这么大的福气？来，咱来读这句话，预备，请。因为你听探了我的话，这是重点。听探上帝的话，咱就才袂甲家己，咱才袂甲家己保留掉咧。咱才有法度甲家己完全献给上帝。所以活命需要这段，咱的一生，咱这个个人需要加做一个这段，不是受空间、受时间限制。当然，时间甲空间会影响到咱。亲像我知影过去的时阵有一届啊，姊妹甲我做一个分享啊，我听了足感动啊。伊讲有一天伊就伫因兜伫遐唱诗歌敬拜上帝啊，伫遐吟诗学了上帝。到尾手的时阵，因一个同学来到伫当中的时阵入去伊的房间，伊就甲伊讲：姊妹啊，你摊拄啊，这是咧做啥物货安尼啊？吼，伊就讲没有啊，讲一定有的啦伊讲啥？讲姊妹就甲伊讲。如果有的话，那是有就是我谈到伫遮俄勒上帝，伫遮基督上帝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了解无？你那个朋友还没有信主吧？还没啊你看，你就是安尼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安怎一个代志，还无信主的人就会感受得到。我真正无甲你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需要这段。性的行为是一个这段，这个这段内底有一名物件叫 STD，STD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， 就是讲通过性的行为会安怎甲疾病传染伫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但是更较恐怖的是啥货？这个 STD 对着外口肉体行为是安尼传染疾病，但是性的行为的转移啥物货？邪灵无正当、无适当的灵魂的相拍的迄个连结，这是上界危险的。因为原本的两个人圣经讲啥话啊？伊会成做一体，所以伊身上遐无好的灵会走过来，这个人的身上，伊的灵魂会受污染。这是一个真无好的代志。即使迄个人若有交鬼。迄个鬼，伊就伫你的这个人的身上啊，会安怎样啊？会有即款的影响力，因为迄变做是一个合法的官兵，因为透过性的连接，两个人变做一体。所以圣经是安怎才一直甲咱讲，咱来斟酌这个代志，毋好含遐无清气的人做伙。第二，主讲也是一个这段。用即马咱来讲的时阵，伊就是胎教。顶礼拜的时阵，咱有讲到撒母耳，撒母耳汉娜为着依赖基督的时阵，伫顶礼拜咱所讲汉娜伫遐上帝基督，伊对着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安怎样啊？伫母腹内底，伊就引带着撒母耳，伊就敬拜侍奉上帝。所以上帝接纳了。汉娜的基督，互伊生了撒母耳，总是伫这个基督的过程内底，伊顺服的过程当中，上帝敢若赏赐互汉娜一个囡仔？无，伊后壁佫生过来个小弟小妹。所以主讲是一个这段，伊若是真侪一个性格的，伊就孕育一个性格的画面出来。字头是一个这段。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，请咱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用颂赞做祭献给上帝。这就是迄个承认主的名的人嘴唇的规矩。所以定定吟诗学乐敬拜，了对着人讲鼓励、安慰、造就款面的话。来，现在兄弟姊妹，咱来练习看卖啊！你即马有着找着一个人。你甲伊讲，甲伊祝福，祝福伊今年有一个祝，为今年甲伊祝福，看你会当想到啥？为今年甲伊祝福来，你就是找到一个人甲伊祝福。来，字头是一个这段呢，祝福伊这个新的一年来。
搁咧来伊啊！啊，身体健康，听主那唱，阿免，服侍上帝，哪有能力，恩上加恩，感谢主。是啊，阿免，哈利路亚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感谢主哦！你有发现无吼？这个祭坛，爱定定咱古早的时阵吼，阮伫台中圣教会实习的，阮牧师呢伫台中圣教会实习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黄金殿牧师啦，台中圣教会的老牧师。了吼，伊吼，若是人咧嫁出来的时阵啊吼，人咧新郎新娘，毋是拢会伫咧送客。送客的时阵，伊就会摕一粒汤仔起来，了后就甲伊讲吼，来，互你食甜甜。毋是啦，人毋是安尼讲的啦，对啦，咱拢会安尼讲，但是人个黄金殿牧师甲迄汤仔摕起来，就讲互你食甜甜，互你听主那加天，阿免对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定定上赞阿乐来敬拜咱的主，咱的喙就会成做咱活命的祝福。你讲牧师啊，我无爱安尼，无爱安尼，无我一方面属世界，我一方面属上帝，无啦。圣经内底对头到尾无即款的所在，无中间地带。你若看像这个人无我即骹下遮，即骹下遐，通常到尾拢安那，拢平准啦，通常拢是安尼啦，拢沉落啦吼。咱若毋是属上帝，你就是属啥？其实毋是属魔鬼，我感觉属魔鬼也。属魔鬼咱拢无爱属啦，上盖可怕的是啥？属家己。然后我们把自己提起来跟上帝同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最糟糕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会自觉，咱袂感觉。我无属魔鬼啊，但是我属上帝，毋过安怎？我举起来含上帝同款，上帝你爱听我的哦。所以这就是咱信仰内底爱真斟酌的一样代志。咱若无属上帝，其实咱就是安怎？咱就是抢夺上帝的荣光啊！上帝甲活命互咱，甲祝福互咱，结果弄到尾手的时阵，咱无听上帝的话。这就是因为咱无伫祭坛内面降服上帝，这是较可怕的所在。所以，咱一定爱记得这样代志。究竟你是咧互上帝甲你塑造？还是咱在塑造属咱家己的上帝。祭坛毋是求上帝为我做啥物货，祭坛是我这个人降服伫上帝面前。当我开始降服伫上帝面前，我就开始产生阿伯拉罕的能力。我就开始产生亲像耶稣基督面对世界的迫害，但是伊会当拍开属灵的世界，将上帝能力甲权柄带落来地面上。咱就会活出上帝国的款性。咱会拄到问题困难，但是因为咱甲主做伙行。咱会过溪水爬山岭，但是有伊做咱的牧者，咱啥物代志都拢毋免惊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为咱顺探伊的话，迄就是祭坛的能力。伫你的公司，伫你任何倒一个所在，你拢会当显出迄个能力甲权柄，伊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层面。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层面，会影响你工作的层面，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的层面，这一定会影响的。咱甲什么款能力连做伙，咱甲什么款的心灵连做伙，咱就会变做迄款的。阿伯拉罕和上帝连做伙，保罗甲希腊
因甲上帝连做伙，家家的门都会拍开。遐会互伊含伊做伙同齐互关起来，遐个人会锁链会安怎样啊？因为因会学了敬拜上帝，遐个锁链会拍开。阿伯拉罕因为去做这段顺坦上帝，无为家己保留。上帝讲：我要赐予你，甲你的行行顺顺。你甲你的世界的万族，拢要因为你的子孙得到福气。这句话毋是讲一届，是讲几啊摆过一摆。拢因为迄个个人的这段修了有条，顺坦上帝的话，互迄个这段产生出来能力甲权柄，伫上帝国内底受纪念。上帝讲，这个真正讲位啊，真正有能力的。真德节真正有能力的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逐个人拢会当。咱若要倒转去厝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，安全。这张图你会伫一寡所在看到 ，staff only 是啥？我虽然做牧师哈。但是我去7啊，看到这个时阵吼，我袂当入去，就是迄间门啊。虽然细间啊，但是迄啥，我就是做校长，我就是做牧师，无定我是做董事长，吼，别间公司的董事长。但是你若为遐入去看到这张大地的时阵，怎？就是讲员工专用区啦，非请莫入啦，就是干阮公司的员工才会当入来啦。你若毋是就无啦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权柄、你的能力、你的稳定，乃是伫咱顺坦上帝、尊坦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属伫上帝的这段，是人受稳准进入上帝要影响甲祝福的所在唯一的门路。咱愿意安尼行无？愿意正做一个属灵的这段无？属灵的这段。一方面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但是一方面是啥？我这个人，当我顺坦上帝的旨，当我固定时间祈祷，我每一届若是阴暗要困进前，我有1点钟的灵修祈祷的时间。我就是无伫办公室，我出去到外口，我就是10点到11点，就是灵修祈祷的时间。安尼，迄就是一个这段。迄个所在，我虽然伫住伫饭店，但是迄个10点到11点就是这段的时间。迄个饭店也因为安尼，因为你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会成做一个这段。所以伊介乎伫时间，嘛介乎伫咱的空间，但是伊嘛无受时间的限制，无受空间的限制。重点是咱甲上帝伫迄个时间，伫迄个空间。咱有和上帝连做伙无？咱也是和上帝连做伙，两个骹头有跪落去，顺坦上帝的话，听伊的声，安尼这段就伫迄个所在显明出来。咱同齐做伙来读这段结论的话，请。这段是做作任何代志的根基，正做其中所有甲所建立一切的根基。任何代志的立基点，拢需要这段行起事工，进入命定的荣耀，对这段开始。但愿伫新的一年，咱对这段开始来经历上帝的同在，新的稳定，新的祝福，新的能力，权柄的开展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的话刻铭伫阮的心，互阮对心的这段开始。伫2024年有2个12字，主啊帮助阮，互阮有旧约12字的族长的祝福，互阮有新约12字的使徒的荣光。你保守引带阮，互阮进入上帝你这段的温高能力的同在。圣灵啊，帮助阮进入，帮助阮进入。
帮助阮进入这段的所在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好。有要来佫甲拜啊？对，好来，感谢主吼。好，安尼无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听头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的伊，哦，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。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想思，你用我到一世，要学落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这卑微。用我软弱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听头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的伊，哦，上帝，请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想思，你用我到一世，要学落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这卑微，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愿全能的主上帝。因着伊的疼痛、稳定、甲阳光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圣灵降临，充满伫你的灵魂内面，互你尊叹伊的话语，互你凡事照着主的旨意来行，通互你伫2024年新春开始的这一年。带着上帝国的能力权柄，进入上帝创造你的目的、荣耀甲命定，互你的年日真多，你囝儿孙的祝福，真多万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上帝，今仔日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。上帝赐福大家新春平安喜乐，阿门。平安，平安。
嗯